司，不過而家就冇咁興噶啦。Shopee 啦，嗱 Shopee 都係數一數二東南亞最大嘅電子商貿公司嚟嘅。Tmall 係 under 阿里巴巴噶啦，天貓係啦，跟住就仲有 Yahoo 啦，Yahoo 大家都應該好熟啦，跟住 YouTube 啦，YouTube under Google 嘅係啦，咁啊黃頁都有呢個黃頁係 under Now TV 嘅，OK，咁啊頭先講嘅都係主要嘅即係外貿生意必定會接觸到嘅一啲電子平台媒介嚟嘅，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同政府傾錢。係啦，咁啊就好多活動性質嘅，呢度係頭先淨係講咗電子平台媒介嘅啫，咁啊仲有啲境外商貿啊、貿易刊物啊，有啲咩可以接受到嗰啲咧？咁啊大家有時間可以上嚟睇睇。咁就都要強調啦嚇，咁啊資助上限咧，每一單咧都有個上限嘅，咁啊上限係10萬蚊港幣，OK，每一張單最多政府咧可以係 claim 到10萬蚊港幣翻嚟嘅。咁你可能會問我，喂 MC Sir，有冇可能我哋一個月做10萬蚊廣告生意咁樣啊？咁當